做運動嘅時候，令到你血液循環好啲，同埋身體平衡好啲。落嚟嘅示範，我會睇一睇嗰個分別會係點樣。首先我請個同事出嚟做一次咧，未有下節嘅先。咁佢會拍埋隻腳啦，隻手伸出嚟，係啦。咁我數3聲咧，佢會向上推，我就會向下壓，睇呢個反應會係點樣。1、2、3，跟住落嚟咧就會搭上呢個鞋墊，睇下嗰個效果又會係點樣。做翻同一樣嘅動作，拍埋隻腳，伸隻手出嚟，數3聲，佢往上推，我往下壓。1、2、3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試下喺中間請多位同事出嚟。好，一樣做一個動作，未有任何嘅接觸上邊，睇下會有咩反應。數3聲，佢往上推，我往下壓。1、2、3。好，跟住落嚟，透過鞋墊喺湧泉穴上面經過佢哋嘅手嘅勞宮穴，轉個能量過嚟呢位同事度，睇下跟住落嚟嗰啲一樣嘅做法，拍埋隻腳。數3聲，佢往上推，我往下。